Hello，各位街坊朋友，啱啱帶完客，依家準備返公司。呢間就我哋公司呢間。咁一陣帶你入去睇睇公司裏邊呢啲同事喺度做緊乜嘢啊？咁睇睇我哋日常平時工作係點嘅。一般嘅星期日，今日係6月7號啊，今日高考。一般嘅星期六日呢都比較忙嘅。今年呢啱好今日啱好遇到高考啊，高考就靜少少，咁返到公司。哦，呢邊有客喺度傾緊，咁其他同事喺度做緊嘢。Hello， 各位同事，哦，裏邊仲有個人喺度傾緊啲單，咁睇下呢個同事喺度搞咩先？我啊忙啦，我忙咩啊？忙緊做緊啲 YouTube 嘅視頻俾我啲香港街坊朋友知啦。對下 Ben 犀利。Ken 你喺度忙咩啊？喺度約緊客啊！約緊客。係啊。小花，忙咩啊？小花。加我微信準備即係開單啦。即係開單。加了，然後你發資料給我。OK。好。咁睇下波姐喺度忙咩？波姐你喺度忙咩啊？波姐。與客戶商找一下房源。幫客計數喺度啊。星期六日就係咁嘅狀態啦。平時如果唔係高考仲更加忙。今日仲有幾個同事咧出咗街，帶緊客喺度。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嚇。想了解更多房源信息嘅，記得聯繫中山置業房探長堅仔。